的事物是毀滅，我們都將消逝，想要留下一個比自己更為永久的日記。唯一永久的事物是毀滅，即係頭先文中所講，永恆嗰樣嘢就係pass away。咁但係其實呢樣嘢咧，好似講就好唔易認知嘅，但係你要去接受咧，就要試過先知嘅。例如有隻貓養咗好多年，佢死咗，你係要痛過喊到爆，你先會接受到哦，原來唯一永久的事物是毀滅嘅。即係所以話呢句説話咧，係要毀滅咗你先會知道係毀滅嘅。呢句説話會令我諗起呢個佛家啦，咁佢哋成日就會講無常啊嘛，即係我哋成日喺度聽無常冇嘢係永恆地喺你隻手嗰度嘅，所以佢哋就會話現在，所以佢哋就會話當下，但係都係啦。都係要試過冇咗，試過消失咗嗰種擁有咧，你先會開始去諗點解會擁有，而再開始去諗點解會消失嘅。咁所以呢個係一個過程。我覺得係，如果唔俾自己去經歷嗰個過程，而即刻去諗唯一永久的事物是毀滅的話咧，咁你就會被毀滅嘅，咁你就會被好多唔理解嘅嘢毀滅咗你一路以嚟人哋所話俾你聽嗰樣嘢。例如你阿爸阿媽會話：你讀多啲書啦，你就會擁有黃金屋㗎啦。咁你再擁有黃金屋嘅時候，你就會有一個好靚嘅生命啊，好開愉快嘅人生㗎啦。呢啲嘢你以為都係理所當然㗎嘛，擁有咗就有㗎啦。但係當你要經歷過被毀滅嘅時候咧，你先會知道我係曾經擁有嘅，好複雜。但係如果冇經歷冇嗰個過程，我覺得就之所以點解咁多情緒出現咗問題嘅原因，因為冇去品味，冇去 depth 嗰個過程，而一下子就要去諗下一個 step。所以我揀咗呢句：唯一永久的事物是毀滅，我們都將消逝。但係下面嗰句我有少少唔係好理解嘅，想要留下一個比自己更為永久的日記，呢句我未能夠理解嘅。
厭煩了眾人的尋求、通靈和希望。我不知道該看向何處了。厭煩了眾人的尋求、通靈和希望。我不知道該看向何處了。我不知道該看向何處了。我不知道該看向何處了。厭倦了眾人的尋求、通靈和希望。我不知道該看向何處了。我不知道該看向何處了。我不知道該看向何處了。厭倦了眾人的尋求、通靈和希望。通靈。我不知道該看向何處了。厭倦了眾人的尋求、通靈和希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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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靈和希望。通靈。我不知道該看向何處了。厭倦了眾人的尋求、通靈和希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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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該看向何處了。厭倦了眾人的尋求和通靈。我不知道該看向何處了。厭倦了眾人的尋求、通靈和希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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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該看向何處了。厭倦了眾人
求通靈和希望。我不知道該看向何處了，厭倦了眾人的尋求通靈和希望。我不知道該看向何處了，厭倦了眾人的尋求和希望。我不知道該看向何處了，厭倦了眾人的尋求通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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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該看向何處了，厭倦了眾人的尋求通靈和希望。我不知道該看向何處了，厭倦了眾人的尋求通靈和希望。我不知道該該看向何處了，厭倦了眾人。我不知道該看向何處了，厭倦了。我不知道該看向何處了，厭倦了。我不知道該看向何處了，厭倦了眾人的渴。我不知道該看向何處了，厭煩了眾人的尋求通靈和希望。我不知道該看向何處了，我不知道該看向何處了，厭倦了。我不知道該看向何處了，厭煩了眾人的尋求通靈和希望。
着你在想我，以我要你想我的方式。我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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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你在想我，我要你想我的方式。我想着你在想我，以我要你想要我嘅方式。我想着你哋在想我，要我以你哋想我、想我、想我、想我的方式。我怕你不會再想我，所以我要你想我。我好怕你不再想我。我想你現在想我。
我希望你沒有。我希望你沒有。我希望你讓我過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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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你沒有。我希望你讓我過去。我希望你沒有。我希望你沒有。我希望你讓我過去。我希望你沒有。我希望你沒有。我希望你讓我過去。我希望你沒有。我希望你沒有。我希望你沒有。我希望你讓我過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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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你讓我過去。我希望你沒有。我希望你沒有。我希望你讓我過去。我希望你讓我過去。一個循環嘅恐懼，嗰個唔係月亮，係地球。一個循環嘅週期。親愛上帝，親愛上帝，我應該點做？我唯一知道嘅係大樹。一個循
環嘅恐懼，嗰個唔係月亮，係地球。呢個循環嘅週期，恩愛上帝，恩愛上帝，我應該點做？我應該點做？恩愛上帝，恩愛上帝，我應該點做？親愛上帝，恩愛上帝，我應該點做？我唯一知道嘅係大雪，呢個循環嘅恐懼，嗰個唔係月亮，係地球。一個循環嘅週期，親愛上帝，親愛上帝，我應該點做？我唯一知道嘅係大雪，親愛上帝，親愛上帝，我應該點做？應該點做？我唯一知道嘅係大雪，一個循環嘅恐懼。一個循環嘅恐懼，一個循環嘅恐懼，嗰個唔係月亮，係地球。一個循環嘅週期，親愛上帝，親愛嘅上帝，我應該點做？親愛上帝，親愛上帝，我應該點做？我唯一知道嘅係大雪。我唯一知道嘅係大雪，一個循環嘅週期，一個循環嘅恐懼，嗰個唔係月亮，係地球，一個循環嘅週期，親愛嘅上帝，親愛嘅上帝，我應該點做？我唯一知道嘅係大雪，一個循環嘅週期，一個循環嘅恐懼，嗰個唔係月亮，係地球，嗰個唔係月亮，係地球，嗰個唔係月亮，係地球，一個循環嘅週期，親愛嘅上帝，親愛嘅上帝，我應該點做？我唯一知道嘅係大雪。一個循環嘅恐懼，嗰個唔係月亮，係地球。一個循環嘅週期，親愛上帝，親愛上帝，我應該點做？我唯一知道嘅係大雪。親愛上帝，親愛上帝，我應該點做？一個循環嘅週期，一個循環嘅恐懼，嗰個唔係月亮，係地球。我唯一知道嘅係大雪。
我從來冇遇到我自己。我從來冇遇到我自己。有一個年，有一個年係喺黑暗之中，我從來冇遇過。曾經都幾怕遇見自己，遇見自己，可能因為有時唔鍾意自己，唔覺得有咩值得需要遇見。有咩好遇見啫？一日隻眼生出嚟係望人哋㗎嘛，使乜去望自己？望自己照鏡，你為咗要出街，冇樣衰。遇見自己嘅時候，通常可能係失敗，或者覺得自己做得唔夠好。通常會朝頭早突然間扎醒，突然間諗返，唉，原來自己係咁嘅，嗰個 moment 難受。嗰一刻就係半夜三更，你冇可以再做其他嘢，除咗諗返自己，面對自己。我成日久唔久都會問我係咩？當我一諗我就係我嘅時候，好奇怪嗰個感覺。你就會覺得好苦啊！我唔想我就係得一個選擇，我就係我就係我咯，冇㗎啦。每一日就係等住呢個我消逝，但係冇得選擇。
唔知係咪因為咁，所以好需要人哋讚你，人哋讚我，話俾我聽，我存在㗎，我係好好，我係好好嘅。其實我都幾好。最近我不斷咁發緊惡夢，有一晚我瞓醒，我以為我瞓醒，但原來我仲發緊夢。我瞓醒之後覺得間房好逼，周圍都好多人，好多人。喺夢裏面我聞到啲臭味，我起身周圍望，攞起副眼鏡，戴上眼鏡之後再望一次。我見到周圍有好多人，全部都冇着衫，佢哋喺度開緊 sex party。然後我再望真啲，我發現每一個人都係我自己。我同自己講，我肯定我發緊夢。於是我除低眼鏡，攤返落床，然後逼自己再瞓覺。我聽到鬧鐘聲，起身，間房一個人都冇，我果然係發緊夢。然後我做同平時一模一樣嘅嘢，我起身，刷牙，去廁所，打開雪櫃，攞盒牛奶出嚟，倒開咗啲麥皮，食完麥皮，正常返工。我以為我係正常返緊工，然後喺街上面，就隔咗一個巴士站嘅位，我見到一個同我一模一樣嘅人，一模一樣，一樣髮型，同一副眼鏡，佢睇緊書，同平時嘅我一樣。等巴士嘅時候就係會睇書。於是我即刻調返轉頭，衝上嗰間超級市場。然後去揾最近刀架嘅位，即刻係立咗把刀。我係有俾錢，買咗把刀之後，我翻返去個巴士站，揾翻啱先同我一模一樣嘅嗰一個人。我發現佢唔見咗，喺一條好長嘅巴士龍裏面，我由頭到尾行咗一次，我都見唔到嗰個人。於是我好驚，有一個同我一模一樣嘅人。喺呢個世界上面，佢會唔會返咗工？佢會唔會返到我份工？然後會唔會返到屋企嘅時候，我又會見到佢？我心諗，我一定又係未起身，我一定又係發緊夢。然後我又聽到鬧鐘聲。我喺巴士上面，
一定係啱先返工嘅時候喺巴士上面瞌着咗。我查一查個袋，冇到。我啱先一定係發緊夢。然後我照常落車，返到我返工嘅地方瑪麗醫院。然後返到實驗室，又係面對一堆病人嘅 record。我隨便諗一諗今日有啲咩新嘅病人 record。我又發現一個同我一樣名嘅人，不過呢個人有血癌，同名同姓啫。我照樣繼續做我平時嘅工作，繼續去 check 呢一啲血裡面究竟有幾多係有白血病，幾多係冇。然後我照常工作，照常食飯，照常收工。喺巴士站嗰度，架車嚟，但係我冇上到。我等咗下一班，諗一陣，冇上到。我再等下一班，然後我諗，會唔會喺度等下，我又會見到嗰個同我一模一樣嘅人？嗰個人會唔會係其中一個病人？我一路喺度等，然後諗返轉頭，我等到佢又點？我等到佢，我都只會做一樣嘢。去最近嘅地方買一把刀，然後殺咗佢。我好肯定我好憎我自己，真到想要殺死佢嘅地步。但係我唔會自殺，呢個都係所謂嘅麻煩嘅宗教信仰嘅問題。但如果見到一個同我一樣咁樣嘅人，又或者以一個第三者嘅角度去睇返我呢一個人，我完全睇唔到呢一個人值得生存喺呢個世界上面嘅資格。殺咗佢應該可以為世界慳返啲資源，應該都係算係為世界做返件好事。然後我等到尾班車，我都係等唔到嗰個自己。咁我唯有上車，返去，然後瞓覺。瞓覺時我祈禱，希望唔會再發同樣嘅夢。阿門。
色嘅 OK。哇！如果用大可能正，要冇畫嘢咁長，畫啲嘢。唔記得啦。我請走。想唔想畫嘢嘅場？家鄉可以俾你畫咯。你冇好似覺得啲用咩畫先？用咩畫啊？鉛筆得唔得？得。好啊。嗰啲鉛筆嚟。你一次我一次。朱夢祥啊嘛。係，我哋開始啦。我唔知畫咩嘅，佢哋可能會一路畫一路心跳。不過我哋話 OK 試下啦，睇下。OK 嘅，有咩配合喎？係啦 OK， 我記得琴日有個朋友咧，大家仲記得 Zoe 琴日佢一路經歷緊成件事啦，佢一路只係喺度畫緊條直線，畫咗好多條直線。而畫條直線嘅過程，佢就話佢覺得佢裏面點解好難去揾到一條直嘅感覺，直至發現佢手同嗰個 page 同嗰個空間嘅一種關係。令我諗翻起曾經我見過一個作品佢唔係一本簿仔嚟，佢係一埲牆，大過呢埲牆大過可能2倍幾咁。咁以前個 work 都係畫直線，但係全部用白手畫。咁就係話，如果我隻手喺度嘅話，我哋講緊書寫，我哋講緊閱讀所有嘅嘢。我手放住喺度，如果我真係要 achieve 一條直線嘅話，我究竟我有冇雜念？我點去控制咧？埲牆本身有好多特登嚟嘅嘢，我點樣去揾？我而家我發現咧，我已經係可能係打斜嘅，我可能要揾緊一個我可能同佢嘅關係。我盡量 keep 住我手同我嘅眼界同我身體嘅部分一模一樣嘅時候，我嘅距離應該係保持一種穩定嘅狀態。你上升一路已經係上升緊。我因為我咁近睇咧，我睇唔到。咁你諗下，佢竟然係用徒手去畫一埲牆。我直頭望住嗰次嗰個 work， 我直頭呆晒嘅。咩叫做行動？咩叫做經歷？咩叫做經驗？我哋好多時候好容易跌入咗一個語話嘅世界。文字的確係幾恐怖㗎，可以。但係調翻轉頭，嗰個語話世界究竟係一個乜嘢世界嘅？如果你睇下 Fish 而家佢嘗試去畫緊嘅時候，佢究竟俾自己嘅經驗啦，定係話佢嘗試透過呢班行動去打開一啲可能性？呢個我要話 Fish 就同大家分享翻。但係我覺得工作坊好嘅地方就係有事件發生，我哋唔可以當睇唔到呢個事件。而呢個事件發生嘅時候，我哋可以點回應佢，同埋點樣去即係靜翻落嚟去問嗰個係件咩事件？我哋好多時太理所當然覺得戲劇呢個效果好到嗰個效果好，咁其實我哋追蹤緊啲乜嘢？原來我哋必須要揾翻一種第三隻眼界去觀照翻一種狀態，唔好淨係跌入一種好似一個胡同塞咗你落去。跟住你真係唔知點樣算嘅嗰種。但係如果假如我哋俾翻自己一個長力，係可以既行入個框裏邊，又可以沿住嘅線裏邊，我睇翻我自己企喺邊個框，又或者再走遠啲，原來框外有框，框內都有框。咁我就覺得你作為一個講故事人，又或者書寫嘅過程。又或者去畫緊嘅時候，
會有一個好唔同嘅發現同經驗。即係我覺得所謂戲劇人或者叫做表演者對我嚟講，其實係一個行動者。喺個行動裏面，中間你點樣去跨越所謂自己平常假設住自己呢個有限嘅疆域，呢個疆域其實係每一度可以建造、可以拆解、可以重整。咁我諗你睇到阿 Fish 開頭畫嘅線，同佢而家喺度慢慢去畫嘅線，可能其實已經都係一個重整嘅過程。有冇人想 join 啊 Fish 喺度畫？仲有冇完畢？好嘅，好嘅。係啦，因為有興趣攞完畢嘅，我哋就試下出去畫，一路畫都試下分享你哋自己嘅故仔都 OK 嘅。對阿娟嚟講，佢曾經同我哋講話，嗰次佢揸車筆咧，嘗試畫自己咧，簡直係一個咩經驗先？我一開頭畫嘅時候，我諗頭一日畫嘅時候其實係20分鐘啦，都因為坐唔到，同埋個人一路畫嘅時候，其實基本上我唔係享受緊畫畫嘅過程。即係一開頭嘅時候，我係好想有做到一啲嘢嘅感覺出嚟，即係嗰個係你好想快啲見到成果，好想快啲見到自己，你好想快啲做嗰啲嘢。即係後尾諗翻或者後尾 recognize 翻呢樣嘢就係、其實個人嘅狀態都係咁樣。即係你好想，永遠都係好想好快有啲成就啊！你好想快啲做到一啲嘢啊！你好想快啲見到一啲嘢啊！但係我諗我去到第2、3日，即係再發現咗自己畫嘢嘅時候，冇耐，即係嗰個冇耐性好快就發現到喎！你唔會即係你唔會好細心挑緊嗰條線啊！基本上我冇頭1、2次，我冇點樣擦膠呢樣嘢啊，同埋畫下咧就發覺，其實又係好多情緒。嗰個情緒係你畫下，我永遠揸筆都係超級用力嘅。咁尤其畫畫嘅時候，係咁畫嘅時候，張紙好快就會穿咗。琴日蘇爺話，佢話佢淨可以畫到直線，或者係佢享受畫直線。佢畫嘅嘢好公正，但係我從來都畫唔到直線，我從來都畫唔到啲好公正嘅嘢。
全部啲嘢都係好圓形啦、好 curve 啦、好混亂啦，從來都唔公正啦。即係呢個都係我認識自己嘅嘢。但係到咗最尾嗰幾日，其實講最尾嗰兩幅畫自己，其實我用咗2個鐘，坐下唔知點解坐又坐咗2個鐘。因為當你真係再望清楚自己嘅時候，其實你有好多 detail 位你係從來冇望過嘅。譬如你其實塊面係唔對稱嘅，你有啲位係你摸落去以為係大嘅或者脹嘅，但係你放落去其實係凹咗落去。當你越望清楚自己嘅時候，其實對我嚟講係一個真係望到自己，因為我諗對我嚟講最黑暗嘅嗰段時期，一個好強嘅嘢就係我喺間房入邊困住咗喺自間房入邊，我一直好想人打開佢。但係最尾發覺其實冇人會打開佢，除咗你自己之外，即係除咗你自己打開佢之外，冇人會打開門。對門永遠都係自己打開嘅。跟住對我嚟講，點解畫畫係一個咁樣嘅過程反而對我嚟講，畫畫真實過用文字咯。即係畫畫嘅時候，好清楚自己知道自己畫緊乜嘢，又或者我望緊自己嘅時候，我想表達嘅，我見到嘅自己係一個點樣嘅自己。